好來繼續來到立法院，有關到中央政府總預算的審查，黨團在協商的過程當中，是發生着未少的口角。昨國民黨團的總召布坤奇叫出着歹聽話了後，立法院長韓國瑜今仔日繼續來調集着協商。講因為國民黨的立委王曉玲想要爭取為伊的提案來發言，會牽着時間。韓國瑜是真罕見起性地。經費都可以下。對於民進黨團比大姑母立法院長韓國瑜表情真輕鬆，淹過一個行入協商的會議性。我們二輪的時候再說好嗎？二輪我們要加快速度。今天這樣情況的話，就變成說我們有1000多個案子。氣氛雖無共款，韓國瑜真生氣，聽到國民黨立委王曉玲一再要求發言，這回要安怎個開？變成說只有張秘書長的說明，可是都沒有我的說明。我們二輪的時候可以再根據我們去化掉很多案子，大家再來表達意見，好嗎？民眾黨團總召陳清龍想要聽，馬上就紅台尾。大家都不講話，等於單方面的一個發表。陳總召，你現在不是正在講話嗎？所以我提出建議啊。你黨團幹部舉手，隨時都可以講話。協商中央政府的總預算調也是充滿火藥味，重點在於王曉玲提案，當屆行政院長杜永泰今年9月到12月，差不多148萬的薪水甲媒體宣傳費業務費等等，引起戰火。焦點在王曉玲一人對眾人，是講哪會無看到國民黨團的總召布坤奇，敢講甲今日一講這個狀況有關係？昨下晡布坤奇在協商過程中，敢若是無怪賣句講一句三字經。國民黨的黨團總召傅崐萁委員罵張委員。我還可以直接點名立法委員。場面已經失控，韓國瑜趕緊宣布散會，因為過長工布坤奇無出席，氣氛依然充滿火藥味。拍桌，然後用國罵的一個方式啊，外界長期以來啊，把它稱作花蓮王啊，這個名號啊，似乎啊有所不搭配啊。對民意的代表啊，對於立法委員要維持基本的尊重，所以國會再不強硬起來，那官員的看你水。無論是哪一個政黨的政治人物啊，都應該受到社會民意的監督跟公平。總預算的審查已經進入最後的階段，朝野議員繼續在對抗這個戰場，愈演愈大。